你明天想占都没得占了。我会把你的东西都归还给你。不用了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我不想白拿你的，这样我会良心不安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还要继续上班。不过我会重新给你签一份合同。重新签合同？出租女朋友。我干嘛要当你的出租女朋友？除了你，没人能让我姐看上眼，而且她喜欢你煮的菜，懂了吗？你说话讲不讲礼貌？只要我姐喜欢，多没礼貌的事我都做得出来。她是你姐又不是我姐，我干嘛要迎合你当你的出租女朋友？因为我姐患了癌症，脑癌。为了让她高兴，我会不择手段，明白吗？变态的要求，而且我担心你是个不守信用的人，我怕我答应当了你的出租女友，你又违反约定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更怕有人违约。我现在就把合约内容录下来。
微微，你这几天挺忙的吧？我一直见不到你，想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可以聊聊 WeLife 餐厅未来的发展计划。微微，两位里边请。Daddy，叔叔好。Daddy，英东跟欧辉的合作已经有进展了。哦，欧辉肯见你，那进展如何啊？欧辉并没有拒绝和我们公司合作，我正在给他看计划书。我向他承诺，会把餐厅开在我们5大城市中所有的超级5星的酒店里，为他建立一流的餐饮品牌形象。他只是在看计划书，却还没有正式的落实。这看来将来的磨合期不会短哦。明白，我一定尽力。我几次托人安排我跟欧辉见面，却总是无功而返。可你们却花了短短的时间就能够接近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们就是用了一些年轻人的方法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人都是有感情的嘛。我们年龄相仿，话又谈得来，所以就打了一张感情牌。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只要这个合约一天没有签下去，一切的美轮美奂，这都只是纸上谈兵哦。Daddy，你就不能讲一些鼓舞人心的话吗？有时候打击也是一种鼓励的方法。我明白，这个合同我一定会签下来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回去工作了。好。Amber，爹地这里有你最爱吃的黑松露巧克力，我给你拿去啊。不用了，英东已经给我买了，我车上有。哟，有了男朋友就不要爹地啦？人家是我男朋友嘛。只是男朋友而已，又不一定是你的丈夫。就算是你的丈夫，也不见得是你这一生的丈夫。你们这代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冲动而结合，但是更容易因为冲动而分开。即使有一天你跟英东结婚了，对我来说，他不过就是我女儿的丈夫，我外孙的父亲。怎么样，他都是一个外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把这家业给他的。
你有必要计算的这么精密吗 ？Amber，英东的前女友万佳还没结婚，你必须得要防范她。David 是个男人，我最清楚，男人是为了金钱跟权力而打仗的战士，而金钱跟权力是你幸福的护身符啊。哎，二位，潘公子，几天没来学校，学校里多了好多新的面孔啊，还好能够碰到你们两个。在约会啊？和这种姿色约会，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！我就在这看看书，喝个咖啡，有人就死皮赖脸的在这坐着，怎么赶都不走啊！搞了一大款呀哈，天天豪车接送。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没见过世面啊？他是不会一线别恋的。像你啊，才多久就找了个海归男，还跟他去留学？你有病吧，华有希？不就新交了个男朋友吗？我现在的选择还不是当初你造成的。我怎么你了？我当初怎么你了？那我问你啊，当初你有多长时间视线是停留在我身上的？当初你有几次是认认真真牵着我的手？你心里有多少空间是给我的？华有希，你对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恋人一样啊？因为你长得太普通了，我觉得配不上我。谢谢你，华有希。虽然你长得这么普通，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却是我最安心、最舒心的时候。哎，这么早啊？你也挺早的。其实，尤其告诉我你要辞职后，
我就想来这儿看能不能遇见你。到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。我来了，你们两个怎么也在？先坐下。欧会和运东谈合作的事，我们俩呢就去逛街做一个整体造型吧。好端端的做什么造型啊？我姐很快就会出院回家的，你这装扮跟我姐走在一起会拉低她的档次。你，哎，那个男人有的时候总是不善于表达的，但是欧总绝对是出于好意，偶尔改变一下造型，其实是挺好的，你说对吧？你自己去找你的女朋友和那个不男不女吧。不男不女。
总的安排就是了。我去。可是，先陪我去酒会，然后再一起去见我姐。没事，去吧啊。小心点。你觉得微微跟欧辉之间有机会发展下去吗？你没看到欧辉看微微的眼神吗？花儿都不在了。现在就看微微给不给欧辉机会了。我觉得他可以用这段新的感情来忘记定义，希望他不要再受伤就好了。啊，我要回家休息，帮我把包拿上。好，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你慢点，慢点。我先回家，明天再去好了。康子睿 ，Amber， 这样，小伟，你先回片场，跟他们说今天通告甩了。好，辛苦了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英东来接我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冤家路窄呢？我以为你会说同病相怜呢。这种藕断丝连的对白，在拍戏的时候我都会删除，何况现在呢？你呢？怎么伤的？穿高跟鞋扭伤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自己驾驭不了的高度，就别去勉强。你呢？你的脚怎么伤到的？给演员示范动作时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肯定是女演员吧？这个答案对你还重要吗？不重要。我的人生到现在为止，最成功的应该就是能和应东的感情失而复得。最失败的，应该就是我没能跟应东在一起的时候，让你有趁虚而入的机会。是吗？让我想一想。我们有谈过恋爱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再见了。大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了？大小姐找不到东西，正在发脾气呢。知道了。姐，微微也丢了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！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只白色的箱子，里面放了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现在必须要找到它。如果是在家里，那就肯定不会丢，所以你不要着急。娟姐，娟姐，你看是这个箱子吗？在哪找到的？在欧总的房间找到的。我就说肯定能找到。弟弟什么时候放到他房间去了呀？
那咱们说好，买完你要的东西立马回来，不许在街上乱逛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西红柿，买点西红柿。姐，家里阿姨早上起来刚买完西红柿，不许乱拿。啊，那去买点水果，小辉最喜欢吃水果了。水果家里阿姨也刚都买完，全都是新鲜的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买红石斑鱼、板栗还有鸭子的。你要是再这么乱买东西的话，我可要拖你回家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好吧。哎，小辉电话。哦。喂。康薇薇，你带我姐去哪儿了？我们出来买点东西啊。谁让你私自带我姐出去的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或受了风寒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晚上回家我再跟你算账。可是这……喂。小辉，微微，来，来了，姐。等吃完饭再说。姐今天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你看，姐做的都是你以前最爱吃的。今天所有的菜都是我陪姐姐一起去超市买的。
我想再跟你谈谈。微微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你是欧辉？嗯。他喝多了，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就不回去了。就特别开心，特有成就感。听说你急需钱是为了交 WeLove 的房租，那个餐厅是你的吗？那是我闺蜜和朋友的店。我觉得你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对别人那么好，